咁澳門而家正處於個經濟轉型期啦，一啲傳統嘅產業成長開始放緩啦。咁吸收勞動力嘅能力咧就開始減低。澳門經濟轉型同埋青年嘅能力短板咧，產生咗雙重嘅疊加效應咧。青年就業市場裏面嘅供需短缺咧係失衡呢個情況。當局喺發展產教融合嘅職業教育體系嘅過程中咧，如果針對澳門嘅就業結構失衡，咁究竟有啲乜嘢嘅長遠規劃部署？至於點樣去推動我哋嘅人力資源入邊嘅人員去提升佢哋能力呢，就係正正我哋而家準備，亦都係正係籌備緊當中嘅綜合職業培訓嘅平台入邊嘅重中之重嘅工作嚟嘅。青年就業結構失衡方面都係提翻啦，薪資生產力、產教融合呢方面過去呢，唔單止係高等教育、基礎教育方面，亦都係需要產教融合嘅。我哋都係推動佢哋，希望係去銜接翻係教學上高，俾多啲資訊嚇我哋嘅年青一代，包括而家大家知道嘅智能化嘅發展，將來會帶嚟一啲咩新嘅機遇呢？有啲咩傳統嘅工種呢係會受到挑戰，而帶嚟一啲新嘅工種啊！呢度我哋都係好密切留意，希望帶啲信息咧，盡早咧去俾到咧年青一代嘅人去掌握嘅。